这里有人要来读者无？来，第一字，来，这字或者读作顶。来，有人要读无？无紧，我通下甲你迄落，来，你要试看啊？我甲你提示两解。顶，嘿，顶头是。嘿，嘿，哦，咱是，啊，对哦，这字也要读吼，是无简单。这个字对无？人改做出嚟的出，安怎读？哦，咱吼，在座各位吼，欢迎发旗吼。来，我的班来，你个读，大家人一定会读甲足好诶。有影唔是讲迄，我吼，即摆我替我家己小我广告一下，吼，我的名应该知影啦，哦，我姓苦，苦，这个苦吼，国语跟那个苦，哇，苦瓜的苦一样哦，苦瓜的苦一样的发音，我以前有伫小学伫教，小学教，遐高囡仔吼，拄着我叫我苦老师啊，是，伊都用台语无，我叫做苦得要，哦苦苦就苦啊，苦老师，吼。我讲拜托，莫叫我苦老师啊！我无遐苦啦，伊就偏偏要甲你叫苦。哦，毋过吼，无伊的法，尾仔我想一个办法，安尼啦，你要叫我苦老师，我嘛无反对。毋过吼，拜托你用英语讲，苦哦 ，Mr. Cool， 安尼就好啊。所以尾仔吼，我伫东门遐高囡仔看到。哦 ，Good morning, Mr. Cool, Mr. Cool。对啦，这里爱，来，这里爱送你，这里爱送你，这无简单。这字顶吼，以前是有人讲，伊可能袂晓写这字啦。这字我咧空气字顶有查过哦，字顶有查过，国语叫做等，第三写。古早咱台湾的磅重量，哇！若迄落磅迄落低工迄叫做啥 ？no， 磅啊是，迄叫做量啊，量，度量的量。迄个量吼，都是差不多磅低工啦，也是讲迄个大物件无，像古早迄磅草绳啊无，吼大件的物件，哇迄秤腿遮大粒无，迄个格啊遮尔长无，通少无遮长，吼，迄一磅拢差不多50-60公斤以上的啦，迄叫做量载量秤啊，就1斤、2斤啊、3斤、4斤，若迄落拍金啊，迄无顶，迄叫做顶啊，哇，一级的，所以这三个物件无共款咯，所以请大家联莫搞错这个其实功夫讲破都唔得字啊啦。迄个即摆就讲顶咯是路头，你要做生意吼，一定爱公平啊。这内底唔知有无？往是啥？买卖骗熟悉无？买卖骗熟悉。我最近我替我母口去东门市啊买菜，我这是183啊，3块唔免啦，袂使啦，这个
便利商店就袂使无？啊迄啊尾讲啊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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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我想哦173三块面170啦，哦还有讲哦啊你啦啊满了好，伊啊咧要互因头家坏掉啊，啊我过几架我去摇个伫啊，啊我啊你毋是互你头家死头路啊咧？啊咧好好，啊咧今仔日吼，若我欠，比如我欠185块吼，你算170就好，啊你唔好，好，其实有诶哦，买变成伊知影你定定安尼吼，好佚头啦，有无？即马若讲吼，哦我要捧果要3粒5粒拄。2斤，啊，其实是较无能到2斤，哦，伊就用2斤甲你算嘛，吼，哦，啊算起来，啊你甲抬价，啊拄 just make， 买骗熟晒，哈哈，是哦 ，OK， 哈，路头的意思就是讲，那个才是你就是讲，迄个凊头唔好好啦。这才是你做生意要迄啦，细水长流吼。啊，尤其即摆咱有迄个公平吼，民国80年有迄公平交易法吼，啊这个，好，过来买货才是险货，险货才是买货啦。为人足好险的啦，啊，一般是安尼，啊，其实吼，像我是拢做迄外销的生意以前啦，即摆无啦。啊有影咧，迄直直甲你嫌吼，伊都要甲你出价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伊要甲你出价，就是伊要搁甲你交关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伊根本就无爱插你啊，咱根本就无爱甲你讲啊，对吧？吼，做生意是安尼无？险货才是买货人吼，OK。过来买厝边，这有影咧，哦，这免搁安怎解释啊？吼，过来就是有个人吼买厝，伊挑工过去边啊吼，这边问迄，这边再问迄，好到底无？这个很重要咧。这有影足重要诶，吼，无买就歹厝边吼，迄时也是气袂了，吼，过来伫遮吼，建议大家吼，若有雷同，不要见怪。我讲意思讲，顶届我看一个资料讲，你若伫台北，因为咱台北有迄断层无，咱台北古早是乌底啊，吼，是讲听讲伫迄个17世纪。90年代吼，咱台北捌大地震，毋过这个地质学家讲无咧，吼，讲无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吼，我安怎讲吼，伊就是讲，你若买厝，有3点水的所在吼，尽量爱看较，看较功夫啦，哦，石子啊，石子就足简单嘛。那日本话，迄日本人好哦，塩透明路都好咯，就是讲这个都哦，迄个海浓度到遐为止嘛，吼，到那里为止嘛，吼，顶个嘛是伫咧淹大水，都是迄一年尤锡坤做副议长的时无，伊主要甲迄损失2台迄个较土的啦。脚踏车，伊无法度，伊就讲浪费水冲落主要为迄2台脚踏车牺牲去了所无吼，所当然当然都无代志啊，吼，所以买厝爱买厝边，茶米卖布，趁钱有数，有的人足够算啊，茶米，即摆人无讲茶米啦，嘛袂晓讲，人以前哦。70年前拢定定，
啊，你要来，啊，我来要隔壁遐订一个米一个，吼，啊，着挑米是农家收成，要送土人经啦，要是吼，啊去种米无，吼，再个卖出去，迄叫做挑米。